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款的大风小事，一开始带恁来关注。在桃园小乌来的天空步道附近的乌来溪，今下晡发生7个国中生去耍水，其中3个渡水意外，送病院由院救无回来。发生警察车含骑乌多摆81岁阿嬷小 A， 阿嬷送病院抢救，落被救无回来。在警察车的警察也奉依照过失伫时阵上班。有毒品犯案甲台东大学做实验室研究做毒品，因为发生火灾代志接触出来，落被因刷收，目前10次嫌犯已经获抓起来了。在桃园的小乌来天空步道附近的乌来溪，今下晡发生渡水意外。这个国中3年的学生去遐耍水，其中3个渡水了后，其他人有赶紧敲119。警消人员赶到现场，虽然有人甲救起来，不过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到病院有关是救无回来。最近天气真热，真侪民众爱去户外耍水。不过12日下晡1点外，7个高中生受邀去无开放的桃园小乌来天空步道附近乌来溪耍水，不幸发生意外，其中4个人走去浸水的所在，3个人落落雨水都死，1个人掉伫对岸。经过一番搜索后，发现在水底下被漩涡卷住，无法脱困，立即着潜水装备下水将3人救起。救援人员缉捕了后，紧急到场抢救，陆续将人救就岸。不过其中2个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无气，分别送去文主公病院、甲国军桃园总病院急救。不过不幸3人拢急救无效，救无回来。我有跟他说要小心，你要出门要打电话给你爸爸，我是他阿伯。我要只是会可能休息吧，跟朋友出去。出台一个地点，伫乌来溪水源头有警示牌公告是禁止耍水的区域，4周围原来有设围篱啊，禁止民众进入。风管处有发现部分围篱啊，互民众破坏，已经赶紧修复。在暑假的期间，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巡逻跟劝导。我们也发现了周边的围篱有被民众破坏的迹象，那我们也会尽快的来修复。学校表示，这7个人高中毕业，11放榜，拢录取高中职校，受邀去佚佗，无想到发生意外。学校已经去病院协助家属。记者综合报道。有毒品贩子利用生技公司的名义，甲台东大学做一间实验室，这时间有3年遐长。讲是要开发新药啊，想袂到因是伫咧研究讲这毒品要安怎做。也若是因为伫咧去年3月无设立造成火灾，才互检警发现讲因是伫咧做毒品。入面这群人是刷收继续伫咧做这毒品。总是这10千界牌，检警已经抓到这12名的毒贩仔，也查到这的毒品原料。想袂到这的原料做落会当做300公斤的气啊！阵阵乌烟呛天顶，外壁烧到乌麻麻。消防人员赶紧拍火。去年3月，台东大学就联烧起来导火点伫三学合作实验室，火调到场采验，发现毒品的残留，检警展开秘密调查。警察，来到。到伫火警发生了后，合作厂商无要合作，都行代志别康，北中南另外找据点。检警赶时机成熟，分几下路逮捕生意中主嫌等12人，查获满满毒化合品。干那靠岸的毒品身躯原料林董都有3.2吨，万一这一度完成，会当产出300公斤的凯他命，换算起来大概4.5亿。投资了超过新台币4000万元，从大陆进口毒品原料以及设备。那实际上呢，在里面研发制毒技术，制造毒品，查获了12名犯嫌到案。那其中里面有2名是制毒师傅，2名帮派成员。行伫上头前的，就是不法集团主嫌，有化工背景的姓钟查某人，是某医药生机负责人，说三下合作实验室，为逐个月4万租金，后来扩大成租，逐个月爱付16万。继续开发新药，用合法暗合非法的方法研究制毒技术，花3年时间，也毋过学校煞拢唔知影。学校会定期跟不定期会到他们的实验室去访视，都没有闻到一些比较刺鼻、比较特殊的味道。哦，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只是一个基础药品的一个研发。哦，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去，就没看到这样的问题。学校回应，对厂商合作拢有一套审查 SOP， 进度了后也会进行访视。只是这摆遭到不法集团利用，就算清查过了后，双方无签订任何审核案。不过学校也强调，将来会加强相关监管。记者综合报道。
联邦银行传出有员工和诈骗集团交结，检调张吉桥银行总部一个分行，也发现到台北的通化分行有一个姓张的经理等7个人涉嫌帮助诈骗集团洗钱。问话了后，包含经理在内有2个人放声压，另外5个是以5万到10万不等交保。联邦银行强调，无影响到这公司的财务，而且因会依法配合调查。有勾结诈骗集团吗？在警方介入之下，近日地检署几十名联邦银行员工采集少年耍风带回约谈。为什么会跟诈骗集团有关系？面对提问，都无讲话，行员会放信问，因为检方发现因涉嫌甲诈骗集团挂钩，即摆有7个人涉案。战绩上悬，搁较高经理级。张姓以及腾讯的2名主嫌犯罪嫌疑重大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那其余的薛姓等被告则分别交保10万元到5万元不等。除了总部之外，包括通化等几啊间分行，拢互搜索查扣、交易凭证等物证。专案会记讲，因为检警侦办一件诈欺案，意外发现几啊个人头口座，全设伫联邦银行通化分行，怀疑姓张的经理人协助提款、转销提款额度，互诈骗集团洗钱，初步估计达9000万。联邦银行对此无回应，只发重大信息表示，依法配合调查，对公司业务财务无影响，只是进前才押出中信银有行员协助诈骗集团洗钱，即马佫出现联邦银行员疑似协助犯罪。银行局表示，会强化银行的内控机制。要求银行呢，对于员工的行为有没有异常，要加以注意会不会有一些金氏账户呢集中在几个行员身上它的比例比较高或者笔数比较多。坦白讲，银行内控有疏失，银行局会看后续调查情形。那违法行为明确，以银行法相关开罚2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在咧中华有一名小姐，今仔日出面指控，讲伊读高中的时阵，伊的数学老师会趁去到因兜补习这段期间，甲伊乱摸乱说，甚至这款的行为伫2017年的时阵，这个老师因为安尼生去食免钱饭。不过最近才传出讲，这个老师私底下有继续干补习，也烦恼讲这个学生囡仔会去互伊乱来，才出面去到警察局提告。受害女子Y小姐出面指控，18年前伊读高中2年，遭到高中数学老师利用课后家教机会加以侵犯。学生的课业压力大，所以就是会用按摩的方式。只能说就是小时候真的不太懂事，因为他已经是被界定成狼师，那我觉得他不应该再开班授课。Y小姐表示，迄当时伊读中华科学一间高中，下课了后，就到4地数学老师的厝来补习。刷几啊摆受到老师以勒令也是矫正姿势借口去吸伊身体，甚至做出侵犯行为，时间长7年。那伫学校期间，这位老师也同时对另外3位女同学私了，初步了解受害者至少10人。应该是陆续的，是在他们过去求学的期间，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这个私人家教的家里，然后才发生这些事情的。科学电流表示，细地老师2017年就捌因为性骚扰学生，妨碍、妨害性自主罪判2年有期徒刑，佢互教育处永久改评。即马佫传出，这位老师私接家教受害者，决定向镇公所找帮助，佮到警察局提告。官府表示，这位老师已经无教学资格，会以违反补教法查处。我们稽查它是属于未立案的话，或者是有违反补教法相关的规定，应该是会请他立即停招，进行彻查，是否还有其他不适任教师藏匿在补习班当中。原本表示，官府应该对历届学生启动扩大全面性的调查之外，也要确实对补习班甲家教班启动稽查，避免正做无责任教师的藏匿空棚。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流感引起重症的案例有25例，也若死亡个案是有8个。另外，讲到南部的天狗热当日严重，顶礼拜增加125个天狗热病例，其中台南就104例是上界济所在，要增加2例重症。即马这天狗热是有拖过趋势，这个台南市卫生局要赶紧设体检站，要来替有类似症状的民众抽血检验。最近人有艰苦无？会头安
钱交去关。卫生局人员来到台南林德区，甲民众抽血检测，看敢有挖到天高热。因为南部本土天高热疫情继续咧增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125例本土天高热病例。 其中以台南市104例上侪，佫有渐渐向外生传的趋势。另外新增加2例天高热并发重症病例，其中1例佫咧交病房抢救。其中1位是还在这个一般病房接受治疗，那状况还算稳定。那不过另外1位因为有出现这个败血性休克跟这个肝功能异常的状况，那目前是在加护病房继续的接受治疗。另外最近流感疫情确认。 不过流感并发重症通报数并无下降，顶礼拜新增加25例流感重症病例，佮增加8例死亡个案，拢是50到80几岁，其中有6例无注本季流感疫苗。他们一开始的症状其实就是典型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发病之后大概8到10天，因为这个肺炎并发呼吸衰竭，那部分个案是因为有这个败血性休克并发多重器官衰竭的状况而死亡。也那第4波新冠本土疫情。 顶礼拜每日平均增加190例本土并发症病例，下降8.2%。疾管署研判已经过高峰期，有国内会持续下降2-3个月。另外，高处疫情持续，顶礼拜增加11例本土个案，烧化风险也增悬。提醒高风险的民众赶紧去做2剂高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咱台湾缺药的问题一直无解决，亲像喷片的药水爱敏士、内舒拿这2种药啊，有关是真欠。地区基层的诊所药局互相拢有伫咧换药啊，就以药师是认为讲，这厂商无事先甲政府通报欠药啊，政府应该按照法规甲这药品厂商停止健保给付1年，或者是甲这厂商提出健保，全面改用指示药。那准无食这欠药的问题会一直发生。 国内欠药问题继续烧炭。虽然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已经成立，不过像是艾敏士和 Nasonex 这2款处于剂型类固醇，也是有欠货情形。地区未少基层诊所药局只好摕别种药来研究。全世界都需要这个药，好像有点关系。另外一个可能是台湾的健保，因为把价钱真的压得比较低嘛。他讲说现在中国也有这个需求，台湾有这个需求的时候，还把比较多的货量放在中国那边。药师新产因讲 ，Nasonex 自去年10月就欠货，艾敏士是按今年3月开始欠药，原因就是厂商供应原物料不足。虽然食药署6月公布艾敏士的相关替代药品，事实上却无一项是会用的。 因为唯一成分相像的，根本就不是健保的用药，颠倒是只是用欧治利敏。指示用药是欧治鼻舒敏喷剂，其实它跟艾敏士是一模一样，不过它是指示用药，健保不给付，食药署也是严重的失职。当它低于6个月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准备，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子青黄不接的一个状态。新蔡英讲，即马欠货情形比6月更加严重。 根据健保法，厂商若无提早向政府通知药品无够，应该依法停止健保给付1年。政府应该依法执行，还是规期叫厂商退出健保，全面改用指示药。若无未来欠药的状况会一直发生。食药署讲会进一步了解上新的欠药状况，有加12正式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咱出门在外，就爱特别注意来看花莲发生警察车这通缉犯的登去派出所的半路，无说你含徛奥多拜81岁阿嬷小 A， 这个阿嬷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警方表示，讲双方经过无青红灯的路口，拢无烧娘，才会发生这款的事故。也那赛车的警察也奉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对监视器画面的人看到，讲这警察车直接弄到奥多拜，骑奥多拜阿嬷直接飞出去弄。 路边护栏送病院了后，有关救无回来。警方表示，讲警察车虽然驶伫咧大条路，奥多拜就爱烧娘，不过这警察车也是有责任，看敢有其他车来经过，才会当继续驶。可能是双方拢无注意到这款的情形，才会发生意外。也那这个赛车的警察是无驾酒，车祸原因目前也搁伫咧调查。 伫台中沙鹿的沙田路甲树平街新平巷的路口，顶个月才发生过路人伫斑马线顶头有24台轿车、奥多拜拢无要烧娘，甚至伊落尾去互车弄着上的意外。想袂到这个月搁再发生这奥多拜偏偏去弄着过路人，交通局表示讲和地方有共识啊，这个路口会赶紧装青红灯。
行路人行到尾条线中站停等，小火车及时动车。不过外面车道一台奥多麦快速驶过，差1秒就甲弄掉。惊险的画面拢互后壁车的行车记录器甲翕落来。代志是发生伫这个月初8，地点伫台中市沙鹿沙田路甲树平街的新平巷仔口。当地人讲，这种情形已经真史上。有一间到嘛都车祸啦，无拢乌白开啦，车拢乌白开。顶个月初6，同一路口才发生一个行路人伫尾条线连闪24台汽机车，到尾也是去互机车弄伤的意外。民众认为沙田路是主要的大路，这个路口佮挖近传统市场甲大型病院，无刹车等是事故真侪主要原因。停下来，后面扒他，你为什么要停？因为前面有行人，后面看不到。他有时候开太快就，会让行人就撞下去了。有看过这样的状况的？对啊。那现在就是因为现在没有红绿灯的话，真的是比较乱。台中市交通局进前捌甲这位尾条线画这青色的铺面加强辨识度，不过效果有限。今麦决定新增青红灯甲行人专用的护旗。那经过3次的会勘协调，还有管线协调，那我们已经取得地方的一个共识。交通局综合评估之后，要来设置交通号志以及行人号志灯。如有违规部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2项。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交通局讲已经3届到现场会勘，甲地方有得到共识，相关护持的设备一定到位完工。警方是讲，这个案也早有受到民众检举，会依照道交条例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骑奥多麦伫咧等红灯的时阵，拢会停伫咧唱或者是建筑物的这下骹。伫高雄公山道民众骑车为着要闪日头，煞雄停伫咧半路，后壁的车险就甲挤落去。不过警方是讲，这边有路通好过，要若头前这台车停落来是为着要等红灯，无算是违规。究竟安尼做检讨动力，咱来想看卖。炎天赤日头，真侪民众骑车停困，会停伫乌阴的所在避日头。也毋过有一寡所在真明显离路口青红灯有一段距离。初九下晡4点外，高雄有民众骑机车经过公山区富贵西路，头前车向阳动来，后壁车反应闪回则无代志。临时停伫路中伤危险，民众将行车影像放伫面册社群，马鞍山向警方检举，无想到警方煞安尼甲回应。机车因路口已亮红灯，且有减速刹车灯亮起，旁边尚有其他车辆可以通行的空间，尚未达到任意骤然减速刹车之行为。警方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规定，汽机车驾驶毋是违法，行政中凊彩减速打档啊，也是伫车道暂停，上悬会当罚24000块。不过影片中向阳动来的机车是为着等头前的青红灯，档仔顶嘛显示伊是咧等红灯。加上边仔有路通行，并无违规唔免罚，引起众人的讨论。我是觉得不用，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会小心啊，自己还是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看一下后面。要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是要制止啊，对啊，因为其实蛮危险的，我自己觉得。红绿灯下面的阴影，或者是路边有树荫的话，会停在那边。可是这个前提是前面已经有很多车子，你刚好能排到那里。南台湾偌人相附近，众人拢惊拍想要闪日头。公山分局讲，警政署已经向交通部建议修法，增加相关的处罚规定，嘛有回应当咧进行。后续若通过，会当予警方有依据通执法，减少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罗西亚瓦格纳佣兵集团的领导人普里格金，以反背失败了后，就规个人下落不明。不过罗西亚总统府发言人伫车则表示，讲自告普里格金就和普廷见面，而且讲会为普廷尽忠效劳。但是这其中的讲法无对外公开，可能和外界所想的是无啥共款。瓦格纳佣兵集团伫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会遐尔出名。关键是为去年秋冬到今年春天，偷偷包围将其尾攻下顿的刺客地区重点巴赫姆特，也就是罗西亚讲的阿丘莫夫斯克的战略基点。了后，瓦格纳甲控制权移交予联邦正规军，而且撤回原来营区。6月23到24的政变未遂事件引起大家讨论。外界知影的，敢若是白罗斯出面调解，瓦格纳接受罗西亚政府的条件，停止向莫斯科国行。遐若详细情形有放下真侪种讲法。西方的分析家认定普廷的地位弱化，
不过，罗西亚总统府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正式6月29这场会面的时阵，煞讲出完全颠倒变的讲法。佩斯科夫嘛讲，普丁搁一个俄罗瓦格纳集团伫乌克兰战场的战功辉煌，普丁嘛甲瓦格纳讲到政变未遂的事件。若其他的细节，罗西亚军方也无任何的讲法。但都是乌克兰的情报单位讲，瓦格纳伫向莫斯科行的时阵，有一个队伍去核武基地，差一点就摕到核武的控制权。不过路透社指出，乌克兰政府无提出任何相关的事证。也若外界风声讲，瓦格纳政变失败了后，都无阁出现过罗西亚军方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日内公开主持一场军事简报，说明乌克兰伫7月初9想要以改装的 S-200型飞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等等的所在，不过全部拢去罗西亚军方拿查落来，并无成功。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西方的强权国家渐渐把亚洲、非洲国家当作是殖民地，摕当地资源甚至炸走真侪文物。不过，这几年呢，这寡国家开始将物件引导登记，而且开始回收咧。荷兰政府伫初十，甲当年伫印尼殖民期间所抢出来的这个珍贵文物，正式引导登记啊。初十伫荷兰内顶的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荷兰甲印尼政府完成签约的仪式。荷兰甲印尼伫咧印尼殖民时期抢过来珍贵的文物，正式还予印尼政府。We are really delighted. This is a very historical moment for both of us. I think Indonesia and Netherl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荷兰政府伫顶礼拜宣布，甲荷兰甲斯里兰卡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拢总400多件，献予印尼政府。这个献予印尼的文物内底，包括13世纪雕刻的寺庙石像、珍贵的珠宝，也閣有仿合作是两百岛之宝的黄金制品等等。For example, these statues that are standing behind me, they have a particular role in rituals. So bringing them back, meaning that we would reintegrate them into their cultural contexts. And that is, of course, of symbolic importance to us. So it's a historical important moment, not only for, I think, the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 it's also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world. 荷兰伫西元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1619年征服雅加达，得到真侪香料甲贵金属等等的矿产，而且佮甲当地文物抢过来。东印度公司破产了后，1816年由荷兰政府接管。荷兰1942年战输日本了后，退出印尼。日本占领印尼一直到1945年战败。迄一年8月17，印尼宣布独立，不过荷兰是唔承认，使用过度的武力来镇压。一直到1949年12月27，才宣布印尼独立。针对这点，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2020年3月捌亲身访问印尼，当面甲印尼政府会师咧，嘛承认印尼的独立纪念日是8月17。这几年，包括德国、法国、甲比利时等等的国家，拢已经渐渐甲印尼伫咧东非殖民时期所抢的文物献予印尼，嘛对过去殖民的行为做反省甲赔礼。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伫中国贵州的苗族风景区，8日有民俗发生爆炸大火，2栋茶几的厝拢烧了了。内面的旅客为着要逃命，甚至有个人对顶头跳落来。这站意外是有2个人往生，6个人受伤。按若讲到北欧的冰岛，因的火山是搁在喷发，这岩浆对涂骹喷出来，有影是真惊人。国民党2栋楼仔厝清楚乌烟，倒顶这栋有2个人拄着床单，准备跳楼逃生，也毋过其中一名女子突然摔落来。那这边这栋火烧甲一摆，后来也等看到2个人徛伫泥之顶等待救援。这件火警发生在贵州梨山县的西港苗寨风景区，这有就采访苗族人家住伫这，是世界上上大的苗族村。查起的年纪建筑真有特色，也毋过8日早起9点50分左右突然传出火警，有游客表示落火点是一间民宿，疑似是煤气爆炸引起的。警区营运单位也捌讲是消防演练，后来佫改讲是误传，大火造成2位村民不幸死亡，也有6个人受伤，好加在火势伫半点钟了后互拍花。
镜头转到南加州，同款互人真惊吓的，也阁有罗林区林，这个位置伫峡谷顶面的高级别藏区。拜六当地因为发生土石崩塌，造成地基洪九坑其中12户建筑歪起崩倒，强要落落来。消防当局下令民众赶紧撤离，好加在无传出伤亡。也毋过土石崩塌的原因也有待厘清。伫这个同时，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西南部一座火山，伫当地一礼拜来测到上千摆地动活动了后喷发，火焰的岩浆沿着地表必顺一直喷出来，形成壮观的火山喷泉。冰岛气象局表示，这是首都史可为2年来第3摆出现火山喷发。当局当密切监控经济发展，也建议大家唔通冒险前往。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联合国甲7月11定做是世界人口日，全世界目前有80亿人，而且这个印度已经是全世界上侪人的国家，超过中国啊。不过讲到中国呢，是伫2022年头一届出现人口萎缩，而且也按算讲，伫这个世纪尾，中国人口会落到差不多1亿人左右。公共场所人来去，真快大路客甲在通通。这是印度第一大社孟买理想景象，全国有14亿2000多万人，方认为是后一个重要的人口红利国。经过各种数据综合核算，印度恐惊已经超过中国的人口数，称霸世界第一。也毋过，印度到底敢会当甲中国同款快速发展？专家认为有待观察。We are fast heading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unequal countries in terms of concentrations of wealth in the population. So it's likely to be the cas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re going to be fighting over a shrinking. 非洲国家是另外一个很关注的区域，因为公共卫生渐渐改善，新生儿死亡率下降，加上高龄人口无济，代表社会福利负担未受过沉重，更较有能力发展经济。70% of Africans are under the age of 30. This is happening while many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developed nations, are experiencing a rapidly aging population. 中国是面临颠倒病的情况，2022年头一摆出现人口萎缩，因为大环境甲国民生活观念改变，加速小组高龄化。专家预估到本世纪尾，中国人口会跋超过1亿人。中国经济增长率也会在2031年到2035年也会开始低于美国。中国今后退休年龄可能是超过70岁，那么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很大的抗议，会导致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事实上，小组高龄化是真侪亚洲国家共同的难题，人口成长慢，造成欠工问题日渐严重。另外，像气候议题也是粮食安全，拢加做后一代人艰难的挑战。公司新闻纽简编译。中国经济当礼拜受到影响，当然是少年族群。不过，这少年人脑筋动了真紧，开始排打伫咧讨摊。也来讲到一个香港，因为厝价真悬，少年人买厝真困难。香港政府就推出讲，甲这饭店转做是少年人的宿舍，提供补贴。不过，大入去的人，逐年就要完成200点钟的社区服务。认真调制饮料，亲像伫吧台工作。为远远看来，伊是伫汽车的后车厢内底。中国经济差落，失业率增加，少年人工作歹找，有人甲后车厢甲当作餐车，会当开到倒都未到倒，直接伫路边就会当卖饮料。去洗车啊，或者说当老师啊什么的，我都干过的。但是这个疫情下来以后，可能他们需要的人少了吧，找不到那种兼职了。中国就业市场萎缩，少年人影响上大，规期改排打做生理。那工作时间自由，也当家己控制工时。有的人是敢若希望3顿饱就好，啊，毋过因为经济冲击，就连中年妇女嘛开始塞箱啊，伫路边卖花。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工作也不好找了，所以出来摆摆摊，维持家庭里面的一些支出呀。中国青年面临就业困境，香港青年是拄着住宿的难题。不过为着好这少年人有厝通住，香港政府推出饭店转做青年宿舍。Hello， 歡迎嚟到我哋嘅房間啊！房間門煞開，雖然細間，不過啥物攏有，眠床、衛浴設備、廁刀啊，想要煮飯，我哪有公用廚房？開頭就要揼成10零20萬，即係已經最 basic 㗎啦喎。咁我哋就唔想咁樣，因為如果我當咁樣出去1年簽約1年死約啊嘛，哇！我諗我呢度都慳咗個首期翻嚟。
大入去青年宿舍，每个月干4100港纸，差不多是台票16000，就会当做差不多9平的空间，比起附近的所在俗3成。相关的计划锁定18至30岁，每个月收入无超过2.5万港纸，差不多10万台票以下的人，当年都还阁配合完成200点钟的社区服务。香港政府都是希望透过补贴解决少年人因为租金升悬无法度独立税厝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友邦巴拉圭因的总统当选人贝尼亚伫8月上任之前，先来到台湾进行访问。因为7月12就是两国建交66周年的日子，贝尼亚表示讲，这个时阵来特别有意义。那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敢会邀请咱的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呢？外界也是真关心。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10月带领后任外交部长等等的官员访问台湾。贝尼亚5月才当选赢，8月就职典礼进前先来台湾，拄好拄到7月12日，台湾巴拉圭建交66周年纪念日。这对深化两国邦谊有重大意义。伊真欢喜伫学生时代了后，会当搁一届来台湾。伫这个关键的时刻，两国应该搁较握紧。Paraguay is closer to Taiwan. That I want to spend the next 5 years bringing us together. We are close, but I think that in these moments we need to be closer. We need to be together. 贝尼亚立场友善台湾，嘛伫个内底讲，总统蔡英文是好朋友，即届来会甲正副总统见面。感谢亲自邀请赖清德出席就职典礼，嘛受到大家关注，嘛强化甲台湾的双边合作。另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因牵手安倍朝会。按算17会访问台湾10天，到時會參加台南場的安倍晉三紀念影相展。7月の写真展には私もぜひ台湾に直接伺って皆様にお目にかかれたら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安倍昭惠夫人本次访台是受到台湾安倍晋三之友会的邀請，外交部竭誠歡迎。原底安倍晉三按算喺去年7月底訪問台灣。不過，不幸在助選的行程當中，遭暗殺身亡。安倍朝會即屆來台灣，按算會去五指山悼念前總統李登輝，這嘛是安倍心願。另外，嘛去高雄參觀安倍銅像，甲會見總統蔡英文，也有副總統賴清德。記者綜合報道。最近有網青伫網絡頂頭公開國防部這個防彈幫的測試影片，講看起來是真無安全，引起正人議論。國防部今日公開這測試影片，強調這防彈幫攏有符合到美國規範，也會當解放軍的性質，甚至也強調講這網青的影片有真濟錯誤所在。最近有面冊講，實質國軍3級抗彈幫的防護力，影片中抗彈幫會當講向下探過，引起外界討論。國防部第一時間澄清，講抗彈幫少了符合去美國測試，也符合規範要求。10日更加公開監測準證影片。105年，國軍的3級戰鬥背心送到美國的切斯皮克實驗室，實驗的結果，6發7.62公里的普通彈，距離15公尺射擊。均未貫穿。測試結果顯示，國軍3級抗彈幫佇落粒7.62公里普通彈，25公尺攏無放射探過。國防部表示，戰鬥架壓應該結合雷芯甲抗彈幫同齊測試，不過網絡影片有部分無設置雷芯，另外也有部分雷芯看唔到所在，攏無符合 NIJ 規範。我們每年會一次到部隊去抽舊的使用中的板子。就是說每年會做一次，那這個部分呢就會用新的板子去跟他換，把舊的抽回來做試驗。那目前做了6年都是合格的。國軍再三強調，3級抗彈幫符合相關規範。不過，美國司法學會在2018年公布上新的規範，外界質疑監測標準已經是20年前，敢是會當擋會條強軍戰馬上規的成績。依照科學的原理，我們測試的結果。我們的3級抗彈板是可以抵擋中共5.8公里的這個一般彈的這種攻擊。另外，國軍後一代抗彈幫什麼時陣會出來？軍備局回應，第205廠去年5月啟動研究，分析各國技術，針對複合材料、高科技多增強化、大核技術的3大關鍵技術進行開發。記者綜合報道。
美国国防部政策处长卡尔表示，目前是无都看出来讲，这台海当时会战起来。不过，国际社会对中国想要拍台湾的反应，颠倒会影响到中国的决策。两岸持续对立，国防部11发布查到共机11台军舰4只持续伫台海周围活动，其中2台军机侵入咱西南空域，尤其第9反舰直升机连续3天出现伫东南空域。美国国防部政策处长卡尔表示，中共伫台海一直协调，不过目前无迹象显示台海会战争。国际对中共武统台湾的反应，会决定中共的决策。Anybody who pretends they know the date at which China may or may not take action against Taiwan, they don't. They're lying. Nobody knows the date. Xi Jinping doesn't know the date.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that suggests that a conflict across the strait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I do think that the PRC is building the capability to make that an option for their leadership toward the end of this decade. 卡尔认为，中共目标和武统变作可能的选项，佮透过障碍美国的作战网络，延误美军反应的时间，趁机会伫台湾插旗。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共进行斩首行动，伫台湾建立政权。是我们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个打不下来的意志？就表示说，我们愿意去承担战争的风险。那我们如果说今天就是合同就结束，那对中国来讲，它也不用武统了啊，因为合同就是一个选项了。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台湾愿不愿意像乌克兰一样奋战。美国、澳洲要伫22展开护城群岛联合演习，德国会头一遍参加，不过表示唔是伫向中共发出威胁的信号。Gut, ich denke mal, es geht nicht darum, ein Signal gegen jemanden zu senden. 德国讲，为了避免相关台海冲突，德国的飞机会经民用路线未通过台海。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的南京西路车八半暝啊，路面凹第2届，不过这款路面凹落去全台湾拢出现。就专家认为讲，这政府是无建立完整的3D 地下图，地势坡度进行管理，应该爱推动土木工程法的立法，而且也呼吁讲，这台地涂骹线路工线就要整合，唔通一直挖，减少路面凹落去的几率。冠军稳固结果，台北市南京西路侧北暗时塌落去这大坑吞了后，又搁塌第2届，紧急封路抢修，在伊早起现场当日进行污水管布设，后续天下路面整变了后，又搁进行探地雷达施作。都 OK， 而且有超前的拖地雷达的扫描。那针对底下有一些如果有孔洞的部分我们要做钻孔灌浆把它补满。最近全台湾各地大大小小路塌一大坑的意外真多，而且发生原因无同。进前信义区庄德街一位建岸边的车路发生塌落去，台北市嘛发生塌一大坑，予特斯拉落落去的意外。专家认为政府无建立完整的立体地下图纸，地势无度有效管理，大概拢是拄到灾害才补救，应该爱推动土木工程法立法。图资呢要希望能够更完善。那你在设计阶段呢，考虑的更周全，就会让我们的工程呢减少变更设计，那可以让它更加速，安全度又能够提高。专家认为地层塌落去3大原因，包括水、沙质地质、管线破去，呼吁地下管线呢是开挖爱整合，应该透过共同管线减少开挖次数，降低塌落去发生的机会。那才不会说今天挖自来水管，明天挖台电信水管，那后天又挖瓦斯管，又没有共同管道，所以地下搞得千疮百孔。路塌一大坑，这个事件真多，民众若是因为安尼受损，应该向上求偿。律师表示，关键是要查清楚道路塌落去的原因，再搁由主管单位负起赔偿的责任。若是公家机关爱负责，民众会当请求国家赔偿；若是建商等私人单位造成的，嘛爱负责损害赔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民权路巷仔内面的这个限制行用过真热烈。70年前，因为都市计划要做路，说是坡度整建，到当时坑得远。最近有大学教授带学生做回来规划，要甲古早的自路永续发展。学生是结合在地元素，希望带动大家来关注城市空间的规划。日头卡学生当日无用大架八悬八架，用钢推啊甲卡路固定好势，这毋是工地，当地人叫这做限制架，是一个老自路。70多年前，因为都市计划，互人规划做道路，老厝拆了后，嘛无法度整建。最近，皇家大学的老师向台南市文化局申请写作计划，带室内设计系学生用大架方式，
发表因对这个爬园抗地的想法。目前并没有公共的空间，居民他没有地方晒衣服，他没有地方停机车。都市计划到底有没有存续这一件事情的前期，我们可以先释放出来，由政府来率先来整理，说用最轻、最没有破坏力的方式去调整、去改善这个地方。经过了解，番薯街是古早咧卖番薯的大市，不过时代改变，变甲真稀微。这摆展览拢总展出高作作品，主题拢参府城历史文化做连结。有学生希望打造番薯街文化艺术中心，展示传统艺阵。少年人因期待透过展览，互大家注重城市空间的规划，把提供市府未来规划做参考。台南传统文化有很多，像是布袋戏、舞龙舞狮，还有神教这种传统方式，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挥。要开辟的原因当然足多啦透过大家共同的意见，咱会当互公部门作为未来要安怎做规划。一个较好的这个方向。市府表示，目前番薯街的巷路内底有部分建筑线已经画啊，牵涉到土地财产权的问题。副市长讲，会个跨部门共同来研究，看要安怎把这个区域做出新的活力。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大埔邀请台湾室内甲艺术推广协会来到闸门水库举办第25届乐享逍遥音乐节的活动。来这演奏音乐家唔但教这学violin的学生囡仔指导以外，阁互大家来参与训练一个演出，希望音乐会当伫咧大埔定进。东吴大学音乐系副教授认真咧教大埔中小学的学生来学小提琴。希望会当互伫偏向学音乐的囡仔建立观念甲基础。我学了拉小提琴的站姿，还有一些琴的摆设和调音。我觉得在之后如果去上其他小提琴课的时候，会更容易的去注意这些东西。城乡有差距，这资源较少。这届啦，来所有上好，咱台湾上好的老师拢来，这个机会甲因交流。看伊有欠啥物，咱尽量甲因指导安尼。嘉义县大埔乡当咧推广小提琴的艺术发展，台湾室内乐艺术推广协会接受因的邀请，专工来这演出，而且搁替学生囡仔安排做伙练习甲演奏。可以精进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小提琴更进步。只有3点外钟的这种车程的这个空间，会当讲阮其实大埔乡无这种。空间甲机会，我相信讲这6天5暝，或者囡仔有更较大的空间去学习。连续5天的演出，协会邀请国内有名音乐家到位，希望透过行动的支持，除了协助偏向音乐艺术的发展，嘛替偏向囡仔音乐学习带来提升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台湾这Me Too运动伫日本界也逼出来，就立委认为讲应该就爱立法，若准加害人摕过政府的补助，调查了后确定有个人性骚了，就爱看情形，甲伊停止补助。另外，政府要进行性平3法的修法，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草案会伫咧拜四议会通过，送到立法院审议。萨古流他有被这个民众检举，就是说他有性骚扰的一些记录，但是因为没有相对应的一些法条，没有办法即刻的从这个北美馆撤展。2021年底，国家文艺奖得主萨古流爸爸活动发生性平争议，去年互人提起公诉。最近台湾 Me Too 事件一直逼，类似伫日本领域有杰出表现的人，互人控告性骚扰、性侵害这个事件，嘛一直拢有伫传。最希望保障的就是一种创作上的自由，当然也包括情欲表达的自由。那这个背书，如果说让他们拿去做这种性骚性侵的借口的话，国家等于是进入了一个共犯结构。部分性骚扰加害人捌得到政府的奖补助，有立委认为性平3法修订都爱增列性平条款，受奖人若做有性骚扰相关事实，爱有相关的机制撤销，还是收回奖补助。这个奖补助金额应该全数的撤销，是情节的轻重，对加害人停止补助3到5年。目前国内有性平3法，包括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也加性别平等教育法。不过3法分属无共主管机关，有妇女团体跟学者认为，根本无法度保障被害人、处罚行为人。他会说：“我就是想要告那个行为人。”可是，在现行的法律系统里面，他没有办法按照性骚扰防治法去提出申诉。
就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做切割。修正法案呢，目前进行的相当的顺利，一定会在这一个星期四的院会呢，就来顺利通过送到立法院呢来审议。妇女团体提出性平三法修正草案，除了要求国家担起责任，也认为爱修法加重雇主的责任。行政长陈建仁表示，相关的修法当顺利进行，希望7月底前顺利通过，才当保障被害者，并且有效处罚加害人。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若讲到钱，一定要有底价，才有可能是诈骗哦。金管会今日召金海高层宣布2大措施，一项是要抓诈骗所互人去投诉，这袂算入去投诉的案件内面，而且伫起早时阵也袂列作是缺失。颠倒是若准讲有成功对抗诈骗，会甲金行加分。台湾向阳来柜台，要甲大笔资金汇出去。加载行员警觉通知警方，才知影原来伊有诈骗集团上吊，规档钱险些互骗去。因为诈骗车赢，政府部门联合做伙打击诈骗。金管会调集银行高层，宣布2项免责措施。若是启用申诉，无算申诉的件数，金检稽查嘛袂列作报告。客户提出要汇款，那可能因为被临柜关怀一直被劝阻，那他可能因而心生不满，而跟银行局这边来做投诉。那像这样的案件，我们就会去了解它的内容，可能就不记录。走在 ATM 提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预警模型出来的警示，在我们 ATM 有车手要提领，他只要按下他的账户账号，我们的模型发现这是有问题的提领，我们就会立刻把讯息送给警方。北担任检察官的富邦银行蔡培玲分享各银行组成的应眼联名，面对客户受骗来柜台。车手到 ATM 领钱，用因设计的防诈应眼模型，随时整合组织，和警方合作抓人。基本上大概都是15万到60万。那至于说比较超乎行情的，那是因为个案的需求，或是他本身还有其他的利用价值。不要贸然的接受好友的邀请，如果他有提到投资目的以及汇款的需求，就需要提高警觉。台北市警局嘛邀请各银行交流协助阻止诈骗的经验。警方强调，假投资、假爱情诈骗，拢会结合网络和银行资金的领出，所以和银行的合作更加重要。根据刑事局的统计，有9成的防骗金额拢是按银行领出来。要打击诈骗，除了柜台，还要注意网络银行和 ATM。记者综合报道。T-Pass 公共运输通勤月票施行到31天，就超过800万人次使用。不过，拢集中伫北部，即中南部的使用效果是无讲介好。那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特别预算伫做 T-Pass 的时阵，就规划中南部公共运输加强方案，会量早甲即公共运输做好势，互使用率增加。为了减轻通勤族交通费用的负担，北中南3大生活圈公共运输通勤月票 T-Pass 7月初1正式实施。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到7月初10，已经有49万1千人次来买，其中基北北桃生活圈是35万3千人次，台中彰华南投苗栗生活圈是2万3千人次，台南高雄屏东生活圈是11万5千人次。北北基都有嘛，对，会比较划算，到处都可以用。像学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就算3大生活圈月票使用的人，都要突破50万人次。不过，为公路总局的统计，嘛会发现讲，有8成的使用人次是集中伫基北北桃生活圈，台中彰华南投苗栗，甲台南高雄屏东生活圈，敢若占2成。高雄人本来大众运输使用的意愿上就比较低吧，好像大家习惯骑机车。我做的需求没有很大，你假如说需求量大的话，我可能就会买啊。中南部地方它反正就是属于地广人稀的状态，现在要做公共建设本来就困难，1200或者999也不是一个很能够给他资源的方法。中南部还有空间可以去施行这一种跟生活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公共运输。学者认为讲，便若等甲行路的时间伤长，拢会互使用公共运输失去诱因。安怎互运务进化做多角化的经营，提升利便度，拢是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针对这点，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特别预算伫做 T-Pass 的时阵，都有配套措施，针对中南部公共运输加强方案。北部的捷运这么密中南部的捷运甚至像台南都没有捷运系统，怎么样让中南部的整个公共运输的条件包括路网能够健全也是我们一定要来协助的。
我阁再强调讲，针对中南部会伫公运计划，甲明年启动的电动公车汰换计划合作，较早改善公共运输的问题，互使用率会当增加。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华鹿港的金光厅是日本时代鹿港菜园五家大家族起的。这厅内面的屏风，也就是金银过门线，是五家伫咧1935年委托国宝级雕刻师傅李尚林所创作的。这五家后代伫2018年捐予中华县政府，订立做一般古物。2019年开始进行3年修复计划，即马已经修复好势，也要出册来了解这个古物的由来甲修复过程。幼路的木工雕刻结合设计字画的工艺，这是鹿港菜园五家大家族伫1935年委托国宝级雕刻师李尚林所创作的金银过线。当初是用来过境的门片，正面是插金色的，平常时或者是有喜事，就用金色这面；若是办丧事，就用后壁这面插银色的。五家后代伫2018年捐予中华县政府，受定录做一般古物。它其实也结合当时的在鹿港很有名一些书画家哈，有题字的，也有绘画的哈，所以是融合各界哈这个地方士绅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大作哈。后续我们就委托李炳辉老师跟他的女儿李玉老师两个共同来做这个修复的工程。这件有80多年历史的金银过线，原本有28片，即阵只剩10片。由李尚林的后生，嘛是人间国宝的李炳贵负责木雕修复，孙仔李玉组团队负责处理字画的部分。毋是用家己我自己的方法，是伫根据阮许多人较早的方法材料的路线去整理起来。它本身是棉布。那它在老旧之后，它纤维已经烂掉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是棉布，可是因为它编织方法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全台湾几乎可以找到老一点的布庄。从日本时代的时候就应该会有的布庄开始找这样子。修复团队用3天的时间完成金银过线的修理，即阵也甲这件古物的由来出册，了解相关的历史人文、雕刻技术、字画的多样意涵。希望让大众看到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今仔天气有略略无稳定，而且温度也较降小寡。讲到这对流分气发展旺盛过到了后，中南部甲山区都有落寡大雨。那气象局已经针对着台南、台中、嘉义山区发布大雨特报。那准是地势较热的所在，就要注意做大水情形。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天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第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